我呢啲咧咖啡渣嚟嘅，你睇都發咗毛啦，因為咧英國啲天氣咧成日落雨啊，所以講都已經發霉。算啦，我擺喺個地下，唔好食噶，擺喺度當肥料咁樣。其實呢箱咖啡渣我係冇處理過嘅，只係擺喺屋企放到發霉。今日就試下直接鋪落地下，睇下會變成點。我喺咖啡店拎返嚟呢啲咖啡渣，諗住用嚟做肥料。不過英國啲天氣日日落雨，冇攤開曬乾，冇運泥，結果就變成而家咁，有啲發霉。而家我就直接將啲咖啡渣倒落地下，鋪開佢。其實我都唔肯定咁樣做啱唔啱，所以當係一次實驗，睇下啲泥土同植物之後反應會點。你見到我唔會鋪得太厚，只係薄薄一層，驚如果太多反而會焗住啲泥，影響啲根。我啲蒜生得幾好喎，所以講冬天咧英國咧咩都種唔到，啊，仲有啲生得幾靚噶。老實講，啲咖啡渣係有少少霉味，但都唔算太臭。我都想睇下過多幾星期或者幾個月，泥土會唔會有變化，啲植物會唔會受影響。如果你哋想跟住試，記住唔好一次過落太多。我今次都只係試下少量先，當做個小實驗。之後我會再同大家更新結果，睇下直接用發霉咖啡渣對花園究竟係好事定壞事。